媽，我想買部車啊，你可唔可以贊助一下？我憑咩要贊助你啊？哇，媽唔係喎，我啲朋友都話佢父母幫補住買嘅喎，反正你又得我一個仔，以後啲錢都我噶啦。你唔好用過去嘅觀念嚟束縛我。老祖宗嘅觀念呢，有好有壞。中華傳統到咗你哋呢一代人呢，唔知點解發生咗咁大嘅偏差。喺你哋呢一代人往上數，每一個做子女嘅都係將孝順父母作為最基本嘅道德準則。但係到咗你哋呢一代人啊，大部分嘅子女啊都係要父母幫襯自己，個個都遊手好閒，貪圖享受。返到屋企啊，就係知道伸手同父母攞錢。做父母嘅有義務將你哋養大成人。但係呢，冇呢個義務幫你哋買房買車。如果你以後喺你人生嘅道路上遇到咩困難呢，我會力所能及去幫你。但係咁樣唔係代表我欠你嘅，我嘅義務係贍養我嘅父母，呢啲先係應該我做嘅孝道。其實父母對仔女嘅要求呢並唔高，每個家庭嘅條件呢亦都唔一樣，每個人嘅能力呢亦都係有限嘅。我希望你喺任何時候都唔好盲目咁同人哋攀比。我哋做父母嘅不圖名不圖利，到頭嚟呢，只希望一家人齊齊整整、開開心心。